賽事啊！好繼我哋踢完對櫻花嘅友誼賽之後，大家 PSFC 都非常之嗰啲狀態都非常之好啊！老闆啊，老闆幾好狀態，老闆。啲笑聲好撚淫笑。我哋開波，對面開波。好，介紹下今日嘅陣容先。前鋒線包括有左翼嘅挪威、面子威、阿澤同埋右邊嘅黃龜。好，一開波我哋即刻做個逼搶。好，我哋開嘅第一個龍門球，俾翻超過人開波嘅。今日我哋加盟咗 PSFC 嘅元老級分子馬向陽，爬區嚟嘅呢個馬向陽，幫我哋坐鎮中堅嘅位置。好，傳咗俾阿 B。好，馬向陽。吞。好，傳翻俾容毅，空晒傳翻俾後邊啊！好，而家 PSFC 都採取一個比較主動控球在腳嘅一個戰術啊！不過挪威唔撚聽話，講撚完就即刻甩咗啦。好，橙色開出，黃龜攞得到。最大啲食佢。俾黃龜左邊路點樣進攻咧？啊屌呢個！大家自己誤會咗。未出界，多出嚟，哇好險，爭啲。第一個叫做一個射門啊！你又開咗未㗎？教球嚟㗎！馬人都攞到個波 ，OK， 控翻定，做翻好啲佢 ，OK good。俾阿澤控到，俾翻阿澤，阿 B 點樣處理？好波一個起腳 ，OK， 不過可以食得正啲。神仙 B 一個起腳。清得靚阿 B。好，大家企翻好位置啊！時間嚟到上半場嘅3分鐘嘅時間。要 hit 啦！好穩陣啊！呢個。easy。推埋。容毅空晒，而家冇人逼佢 ，OK。哎呀，諗慢咗。追翻先，驚。科頓傳翻俾呢個阿 B 啊。都係要打後備，80分鐘先出嚟。琴日嗰場好似仲後喎，好似唔知80幾分鐘先出嚟喎，科頓。出嚟準備跑兩步攞牌，跑兩步準備代獎杯。喂屌，做咩事？輕鬆地傳咗俾對面。好，小澤點樣處理小澤？好。傳俾阿 B， 哎呀，差少少，但係默契，都一個攻勢嚟嘅 ，OK 嘅。望都冇望，就一個快腳傳中，俾到黃龜就實食冇黐牙。我逼搶戰術 ，OK， 挪威睇手 ，good 嘅，成功攞咗個控球權。黃龜中場攞翻，哎呀！easy。出嚟，喂啊！
好，拉翻開個位置，我哋要 open。打啲小球戰術啊！呢下有啲心思。擲子點樣處理？轉身可以轉身。擲仔有冇機會？左邊挪威篤落去 ，keeper 接實啊！呢個中籠嘅射門 OK 嘅 ，good try。不過大家可以起多啲腳啊嘛，屌！同埋點解挪威企撚咗去左邊咁樣撚嘢嘅？好，用艾科頓，靚啊！呢下快腳一個掃把腳，小澤點樣處理？空埋都係啲唔係好有狀態啊！哎呀，兩唔到 ，good， 夠勤力，勝在夠勤力，攞得翻。左邊俾翻科頓，冷靜控翻，會俾翻阿澤咧 ，I good 啊，阿澤啊，攞定起腳 ，OK， 執雞，哇！屌你老味，做乜撚嘢？真係表面威嚟喎，因為表面喎，成一個足球表面，成撚咗足球嘅表面，炒撚咗足球嘅表面，撲你個街！我哋暫時有70%嘅控球啊！數據分析，超貴攞得翻。好，俾中間黃龜攞得翻 ，OK， 一個控定，俾翻後面嘅容毅 ，hold 翻住個節奏嚟打。阿澤現位去咗中間攞波 ，OK， 左邊嘅阿 B 7分鐘。阿 B 攞翻，出翻中間，哇空晒 ，OK， 吸一個，屌，科頓真係冇狀態，即係影佢先科頓，科頓真係唔係好 OK， 科頓呢球，空晒你嚟油鹽一腳射埋去。阿 B 啊！我俾禁毒到俾咗啊 ，OK， 爭翻。拍！到人啦，中間，係中間。呢隊其實可以逼搶多啲啊！講真，其實佢哋都好多波都好唔乾淨。可以。4打4。邊個形容曼陽好啊？呢個曼城嘅咩啊？曼城嘅阿基啊，阿基喎啲曼陽。OK 嘛，科頓好似有少少受傷嘅，換翻左路，右邊容毅，哎呀，咁就俾得唔好啦，拍落去出咗界 ，OK， 曼人攞翻 ，good。好，打翻個陣容先。容毅攞翻回翻落嚟，哇好！黃龜可以換啊，同佢講。點樣處理阿 B？ 哎呀，想推埋去，俾人閘咗。仲有1分鐘，10分鐘啊！好，嚟到上半場嘅9分15秒。我15分鐘一段咯，冇咁長。好，對未嚟講開個龍門球。呢攞我哋。OK， 第一點，曼陽靚啊，攞第一點。推咗2打2，有冇人up？冇人 up，OK， 做翻好佢。小澤都控到波，推一腳，有冇機會起腳？哎呀，慢咗啊！快回後啦喂！
呢都係我哋嘅，全部有嘅，全部有嘅。好波，超貴衝出嚟，一嘢殺開。喂，3打2，3打2，3打2。黃龜啊，界外啊，啊入咗啊，入咗啊！誒，首名入球，黃建威。好波好波。我睇唔到入咗，等我暫睇嗰條片先。咁我停一停先，要10分鐘。